身邊好多朋友咧喺唔同時期、唔同嘅學校讀瑜伽導師課程，我問佢哋嘅感覺係點啊？大家不約而同都話，比我預期好唔同喎。當中有好啦，有唔好。而咁啱啦，又有一啲朋友將近讀瑜伽課程，我想趁住呢個機會分享3個實用嘅 tips，幫助大家。嗱，講明先啦嚇，我唔係 sell course 嘅，我已經冇喺任何 yoga studio 度工作噶啦，我係住喺西班牙嘅阿 U。咁但係當時咧，我曾經負責制定課程咧，亦都教過課程嘅。咁所以第一個 tip 係唔好單單因為你喺網上面見到課程嘅內容而去做決定。首先了解一下你想讀嗰個係 RYT 200，RYT 係 Registered Yoga Teacher， 讀200個鐘。呢一個課程咧，你必須要喺 YRS 度讀嘅，即係 Registered Yoga School。而呢一啲嘅學校咧，唔係自己話想教就教嘅，佢哋必須要向美國嘅 Yoga Alliance 一個比較大嘅組織去註冊。咁註冊入邊係包括一個好漫長嘅課程審批過程。咁Yoga Alliance 就會逐個 point 去睇下你 submit 嘅內容有冇包括喺一個幾十頁長嘅 checklist 入邊啦，咁入邊包括好多時候嘅 conference call 啊，好多次嘅修訂。咁我而家咧綜合咗一個幾十頁嘅 shortlist 去睇下呢個200個鐘嘅課程包括啲咩啦。喺呢個200個鐘入邊咧，佔一半有100個鐘係學習 techniques training and practice， 你教學嘅技巧啦、訓練同實踐，即係話你要學習我哋嘅式子啦嘅 asanas 嘅動作點樣去進入啊。一啲 pranayama 啊、呼吸法嘅方法啊等等，呢個係學習嘅內容，而呢一個學習嘅內容咧，你將來會教你嘅學生嘅。其次啦，第二塊餅最大嘅咧就係50個鐘嘅 professional essentials， 包括你嘅教學方法啊或者教學實習，因為你係訓練自己做一個瑜伽老師啦，咁所以你會俾一啲老師去睇你教成點，而去作出一啲嘅指導嘅。而剩翻嗰50個鐘咧，就係分喺 anatomy 同埋 yoga humanities。咁所以啦，有好多解剖學、生理學嘅嘢咧，其實佢哋只會係輕輕咁樣帶過嘅，亦都有好多課外嘅閱讀嘅。yoga humanities 嘅意思係佢嘅哲學啊、生活方式啊、倫理啊，即係講經、講瑜伽經。預告一個有可能嘅期望有啲出入嘅就係當你第一日攞到一個training menu 嘅時候，一本好厚嘅 training menu， 好大機會咧老師係唔會同你 cover 晒入邊所有嘅內容嘅，因為呢個200 course 入邊咧，亦都包括做一啲課外嘅自修，去修讀，去讀一啲你有興趣嘅內容。去到課程完咗，最後嘅考試咧，好大嘅側重咧都係講緊去睇你點樣去教，要做實習嘅訓練。而頭先嘅 anatomy 啊、yoga humanities 啊、yoga history 等等嘅部分咧，通常係用作答形式，真係用 paper 啦，可能係 multiple choice， 多數都係 multiple choice 去處理嘅。但係實習教學係必須嘅。咁所以咧，你喺網上面見到有好多一系列好長嘅學習內容咧，其實間 studio 擺嘅嘢都係一樣嘅。最重要係乜嘢咧？就係你要知道教嘅老師風格啱唔啱你。所以第二點，有可能的話，盡量上個 course 之前去接觸下會教你嘅老師上佢嘅堂。有冇試過咧去朋友屋企食人哋屋企煮嘅飯？單單一個番茄炒蛋啊、炒菜心咧嘅味道都可以好唔一樣。咁所以同樣嘅教學內容，點樣去演繹就係個老師嘅 style 嘅作風啦。有機會先認識。咁但係啦，如果我唔喺香港度考牌嘅時候，我會去巴黎啊、泰國啊，甚至乎印度嘅時候，我點樣接觸咧？咁 social media 睇下佢哋嘅 post，個風格係點樣？如果嗰間 studio 佢哋會 post 好多學生做一啲高難度動作嘅相，即係話你要 expect 你去到嘅時候，你會俾老師去 adjust 去一啲好 deep 嘅 pose。如果你唔受得力或者怕痛嘅時候咧，你要提防一下啦，你會好攰好辛苦嘅。第二個風格咧就係溫情系列嚟嘅，影好多 nature 啊，甚至乎係一啲拖住手啊，甚至乎係啲同學攬住喊啊，呢一啲咧佢哋會以 harmony 為主嘅。由於佢哋喺香港以外啦，會接觸好多大自然，會去強化一個 We Are One 嘅 concept 嘅。
講笑咁講啦，如果你係選擇去印度嘅話咧，你都唔需要做啲咩 research 噶啦。因為去印度一個完全唔同嘅生活方式，就算你飲用嘅水都要好為意嘅時候，我相信你係尋求一個心靈嘅旅程，點樣喺一個比較唔習慣嘅生活方式去雕琢一下自己。好，第三就係無論你做幾多嘅準備，你要 expect 去到最後，你都會同我啲朋友一樣，個學習經驗就係同我想象嘅唔一樣喎。聽過好多唔同嘅例子，有一個練習咗 yoga 好多年嘅啦，式子做得越嚟越好，甚至乎上堂嘅時候，老師會叫佢幫手嘅，咁所以佢會覺得自己有一個去教學嘅能力啦。咁考咗導師牌，教下班有外快，有咩唔好啊？咁上完堂之後咧，上完成個 course 之後，佢就發覺哇，原來老師要兼顧咁多嘢㗎，又要諗個sequence 點樣去排啊，又點樣。用太多腦啦，我都係想做學生多啲。又有另外一個方向，當初考牌嘅時候，只係知道自己好中意 yoga， 想深入了解多一啲。但係喺呢個課程入邊訓練佢慢慢去從老師嘅視角去訓練自己啦。咁亦都有試教嘅機會啦。慢慢佢讀完 course 之後，真係開始去教班，越教越好。咁亦都有試過，當初報 course 嘅時候，淨係想揾嘢讀嘅啫，冇乜所謂。咁點知課程開始咗嘅時候，佢發覺呢間 studio 嘅理念啊，老師教嘅作風啊，同自己都唔係太啱口味。咁課程完咗啦，佢都係畢咗業嘅，不過就唔係好滿足。好彩佢又繼續練習瑜伽。甚或乎係佢令我行咗一條更加長嘅路。我讀嘅咧係 Ashtanga Yoga 阿斯湯加。補充翻少少，阿斯湯加係練習強度高、比較刻苦。簡單講嘅就係比較近嘅 yoga style。當我完成咗呢個 course 之後，我立志要做一個好出色嘅瑜伽老師。OK 嘅呢個諗法，但係咧加上一個執念就係我做老師嘅時候，我做式子我要做得好完美。呢一個嘅執念加上未 ready 嘅身體，就會引成好多嘅傷患。呢一啲嘅傷患令我更加認定 no pain no gain 呢個想法，直至到我身體捱唔住啦，佢真係想嗌停，帶咗我去 Pilates 普拉提，做咗一連串嘅rehab 復康治療，令到我重新去認識身體，學習點樣可以醒啲，唔係下下都用力，下下都咬緊牙關去忍受。但係我覺得呢段路冇白行，就係要走過一個咁脆弱嘅過程，我先可以同大家分享。今時今日我再接觸翻 yoga 係一個好健康嘅感覺，我唔會用死力去追求外形嘅一啲改變，做一啲高難度嘅動作，我發覺我有能力 control 自己，保護到自己。無論如何，都希望大家喺 yoga 嘅學習過程學懂愛自己，每一次都 walk away the mat with a smile。Namaste。